么会爱上我？你的大起大落，我的笑话笑过。你是传说，而我是什么？想不通自己的疑惑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求，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。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求，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记。裙子，峰峰，反正我也不是靠颜值吃饭的。没事，我很开心能看到你50岁的样子，很美，很漂亮。希望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可以手拉着手，一起逛菜市场。你不是说你今天要考试复习吗？怎么又来了？寿星皇妈让我来接你回家吃饭，我就来了。啊，阿姨过生日啊！啊，那我这穿的也太 low 了。走，回家换去。啊，等一下，还你！来，嘿，我有一只小毛驴，我从来也不骑。你什么作死！哇，太巧了吧！都是我爱吃的。哎呀，我就知道这些都是我特意为你做的。那怎么好意思呢？明明就是阿姨过生日，做的都是我爱吃的。其实啊，我们早就把你当一家人了。是啊。哎，来，尝尝，多吃点啊！来，多吃点。哦，太好吃了！黄爸，你要是来我的饭店当厨师，那肯定是超赞的。哎呀，你别夸我了。哎，我听说你饭店的那个大厨福生特别厉害，有机会啊，我跟他切磋一下厨艺。好啊，改天我就把大家约到等一个人大吃一顿，顺便比拼一下厨艺。好，那我就等你下战帖。就这么定了。来，吃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。阿姨，许愿吧。我希望小辉和冯峰早日结婚。我可以啊，早日做奶奶。好。妈，哪有许愿说出来的？我们切蛋糕吧。好，阿姨您切。好，咱们我们大家一起来切。一起切。来，1、2、3。喂。哎，你好，我是乐视商城的快递员啊。请问您是于小美本人吗？啊，是的。啊，您的那个货物到了。
那你放在门口吧。哎，好嘞，再见啊。憋死宝宝了。妙芝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一定是老天不忍心拆散我们两个苦命的缘由。哎，头发大将军，你能不能不要那么花痴啊？我警告你啊，千万别动什么歪门邪道的心思，连工作也丢了，就前功尽弃了。你放心，我是有职业操守的。我已经想好了接近他的办法。不会是粉丝送的吧？梨花？没人知道我喜欢梨花啊，除了……哇，这要是梨花树，一定很浪漫。你喜欢？我买给你啊。这个有贼心没贼胆的。妙芝啊，你还记得我们在梨花树下的约定吗？给我回去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就打死你！别打扰我跟妙芝。菲妮小姐好。哎，人呢？哎，你也是？谁呀你？是我呀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年代追星要理智，你想要签名还是要怎么样？快告诉我！不，妙芝，我只想要你呀！你不要过来！我想要你呀，妙芝！我警告你啊，别给我过来！哎，妙芝，你忘了，我就是那个拓跋亮啊！拓跋亮？嗯，哦，这样认识你吧？哎，妙芝，我们回去吧哈。你给我放开！哎，妙芝，你干什么呀？关键时刻把人现在统统都不要了！别，妙芝，出去！对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妙芝，跳下去！妙芝，救命啊！别！救命！你妙芝，你干什么呀？我是拓跋亮啊，妙芝！你救命啊！妙芝，感动我的女人！你这个呆子，我卧薪尝胆那么多年，被你坏了好事，还不快滚！叶波，你没事吧？
博，叶博，你没事吧？叶波，别叶波了，快追上那个男的！别跑！我上次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我看监控了，的确是有人入侵。他的身手十分敏捷，所以拍得很模糊，没有拍到他袭击黄辉。但是看他的架势，一定是个高手。高手？高手。你说你真是……芬妮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没事吧？作为你的男人，我没事。还装？唉，要是你每次都能像今天这样就好了。你男人，我每天不都是如此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说这些，我是说你每次都给我打电话不说话，送我礼物又不留名。我有吗？我刚夸完你，你又这样，你就不能光明正大一点吗？我真是没法跟你聊。作为你的男人，我很闷，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些，我好像真没有啊。不是，你还有谁啊？只有你知道我喜欢李花。哎，算了，哎，芬妮，停。行吧，我这……菲妮姐，对不住，人跟丢了。没关系，疯狂粉丝而已，我早就习惯了。下次我当保镖就行了。芬妮，是我，都是我干的。只要你高兴，什么都行。什么呀？你有没有点原则呀？李焕找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我 stop， 别跟着我啊！哎呦！我好冤呐！好了，没事了啊，没事了。李焕，你今天找我到底是有什么事啊？原来我这满屋子白裙子都是为了他。哼，我还以为我以前是异装癖。所以你想起来了，要救秦夫人了？我就是想知道我和他的关系。我那么讨厌他，我以前为什么爱上他？哎呀，可是怎么办呢？出于对你的健康的考虑，我是不会透露任何秘密的。但是现在看你这个样子，还真挺有意思的。我什么样子？为恋爱忐忑不安的小男生啊！我可不喜欢你这么跟我开玩笑。No， 我很正经的。话说回来了，你还真的没有正儿八经的谈过恋爱，要不就是稀里糊涂，要不就是被狂虐。所以呀，你要好好享受这种心动的感觉。欲语还休，欲拒还迎，欲进则退，若即若离。喂，你可别拿你演戏的恋爱经历来忽悠我。
嘴巴硬点儿，脸蛋冷点儿都没关系，但你的心和身体迟早都要出卖你。好啦，我看好你哦。这什么呀？这是人吃的吗？不是吧，老大？这是你最喜欢吃的那家5星级饭店的菜。5星级饭店的菜怎么了？我吃不进去。反正我现在饿着呢，我还吃不进去。哎，要不我们去等一个人凑合一口？不用，这还不简单吗？我打电话给柳儿，让他送外卖过来。而且我知道你特别想吃那个鸡爪，是不是？我马上搞定。哎，平时不见你反应这么快。等一个人，5室的情况怎么样？那怎么行呢？我们得实地考察一下呀。他们没了，我真不行啊。不，老大，我不是没问。那个黄辉呢，每天会给我传资料，柳儿呢也每天给我打电话向我汇报。我现在觉得整个等一个人餐厅，我已经掌控全局了。你有什么想问的，你直接问我不就完了吗？啊？看你一天都心不在焉的，是不是在担心元宵啊？不用担心，那家幼儿园挺好的，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再说了，还有几个小时就放学了呀，我们可以一起去幼儿园接他，看他适应不适应。对呀，我要去接儿子，马上就去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。注意安全。再见。哎，元宵，来。再见。一定饿了吧？你今天不用求我，我带你去等一个人。真没什么胃口，咱们回家吧。你怎么了？这不要上学，这样回家，这样不好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就哭了呢？我要回家，我要母后。他们都说这是土包子，什么都不会，还说这是快餐。怎么会这样？因为刚是一窍不通，什么头头叉叉嘛，连见都没见过。What's this？ What's this？ balloon。大家一起再说一遍 balloon。干嘛呢你？他们是奥特曼、机器猫，什么嘛都不懂。机器猫不懂，机器猫呀！哼，他们还叫这回乡下，连这里小美人都瞧不起人。最惨的是，我都没有出场记录，他们全部都有。老师说以后还要展示给同学们看。这枉为皇帝，真想母后，真不想待在这里，这样会痛。冷静，你是最棒的，别着急，振作。这么点小事就哭啊？不是说自己是皇帝吗？做不好努力去做就是了。你要记住，人没有一开始就什么都懂的。谁说成功非要学那些？你是我儿子，将来要继承我的家业，爸爸教你如何读书，如何赚钱，无论如何都会让你出人头地，成为社会的栋梁的。大哥，你放心的把他交给我俩吧。我保证，在3天，2天之内把他教成一个小天才。今天，宝宝老师将给你上一堂高深的数学课。
数学课。没有错。在中国传统的民间游戏当中，最受欢迎的莫过于阶级斗争斗地主。你看好了，这是2点，它比其中任何的数字都要大。2点。这厉害了，叫做大小王。大小王，聪明的斗地主可是蕴含了高科技。下面波波老师就要带你实践。别笑，教你几招。回学校呢，可以防身，也可以打给小朋友看，炫耀一下。No！ 老鄂呀，你成天就知道打打杀杀，还要交给一个小朋友。来，打打杀杀怎么了？你又想干什么？来，给波波老师唱一句。果然遗传了你爸爸的优良基因。优良基因？这就是你爸爸当年的成名曲。你爸爸当年就靠这首歌红遍了大江南北呀，那红的叫一个字啊。我是骄。不能说，这是老大的回忆，万一这……嘘，我不说，你不说，他不说，谁会知道呢？走，跟着波波老师继续学。iPad 还有电脑，其实它们的操作非常简单，但首先你要了解它们的功能。我先向你介绍比较简单的电话有哪些功能。电话最重要的2个功能，第一就是沟通，第2就是拍照。你看，我现在这个动作就称之为自拍。自拍，这个非常重要，赶紧记下。自拍呢分为很多派别，但比较深得民心的是小脸自拍。小脸自拍，一般来说，大脸又称之为大饼脸，这种脸就不能离镜头太近，要与镜头保持一定的距离。来，拿着，你看我现在的脸是不是很小啊？哇，太神奇了，真的是太神奇了！这样是不是更小啦？哇，小到看不见，跟我试试。好。哇，皇上你的脸好小啊！